个阿里祖信仰里面的阿里母信仰里面的猪头壳。对，东山东河社区祖灵祭拜的场所，5个公社里面最大的中央公社、大公社、大公界，台语的大公界。农历9月4号、5号举办那个夜祭下海祭。这个阿里湖啊，然后有那个泽兰，公社里面也有拜猪，有猪头客，不是拜猪头客，不是拜湖，是湖中有水，水是这个有祖灵附着在水中。